兄弟平安。平安。天气变化足大，请咱兄弟保重身躯。咱礼拜前来锻炼两首圣诗，真拄好，这两首圣诗的作词，拢共说，拢说判，说判。但是头前20首，这首是真正是咱台湾人说判，第二首是外国人翻起来是判吼，所以咱真趣味吼。咱今日来即马先来锻炼圣诗20首，咱应该拢足熟的，所以直接请司琴来甲咱弹前奏。咱兄弟来到礼拜堂，头一首诗是吟这首，是有啥物款的感动无？这个作词，这个潘道荣，伊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南神毕业，捌任南部大会的干事。晚年伫麻豆教会，1928年也担任全台湾主日学的总干事，阁有担任台湾教会广播的主编6年久。伊的一生，这潘牧师的一生，跨越3个朝代：满清、日治、民国，也接受完整的传教士的训练，甚至真做台湾人留日读神学院的第一个人。伊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在伫推动长老教会主日学的组织发展甲教材，也长期伫教会广播做主编，培育真侪信徒，这是伊上大的这个贡献。咱拄则吟的是我特别第2节，国家兴旺甲衰微。我想着讲，咱2礼拜前拄好即个4年一变的大选，咱
做基督徒特别爱为着咱的教会，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我有即个感动。咱第二节过来唱一遍。第二节，国家兴旺甲水利，在你天边升起，世界荣华甲富贵，那尊草木占世上帝做万民天平，永远不变到万世。第二首是605首，605首，即个作词嘛是姓潘，德国咱真熟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吼。这首诗是描写伊一生的经过，特别去用庆杀以前这段人生伊所描述描写，咱唱的诗来体会伊的歌词第一站，春天奇妙开来地波，地天平好出山，光在兄弟你我天地家。咱的牧师拄则来甲我提醒，我真正犯一个足大的错误，就是这首诗的作曲是咱徐牧师的后生，叫做徐怀恩。徐怀恩，这个爱特别记，除了两个姓潘的以外，牧师以外，
就是咱的牧师啊，后生徐维恩，演习到这。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主日，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我的上帝，我的主啊，我要尊你最悬，我要永远阿罗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阿罗你的名。上主极大，应该受大的阿罗，伊的大到袂测度哩。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0首，圣诗20首。请起立。
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之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日马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共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61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61篇。我来起，恁来应。恁遮个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耶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必出的敌对。安尼，基督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同心来祈祷。有疼烈的时，有补天的时，有静静的时，有讲话的时，有疼惜的时，怨恨的时，有交战的时，和好的时。听阮的天父上帝，这是补天的时，这是静静的时，这是疼惜的时。这是和好的事，愿上帝保守、保天台湾，互阮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求阮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人光的爸，赏赐阮智慧。启示的神，互阮来亲捌上帝，阮的心目得着光明，互阮知你叫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你的业伫圣道中真光的富裕到安尼，搁知你的权能伫阮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照你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血力的功用，互阮对世人中，互伊对世人中国活，伫天顶，坐你的大屏，搬过拢总办正事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所好的名，毋值今世，拢搬过远远，搁互万项有幸福伫
伊的骹话，搁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想事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也互阮三角疼惜，共同面对迄个敌对耶稣敌对基督的。现今有出侪敌对耶稣基督的，对安尼，阮知是落尾的时，因对阮出去，独毋是属阮的，因为若是属阮的，就会常常甲阮点。因出去是要显明阮拢毋是属阮的，因拢毋是属阮的。天父上帝，即马嘛是起造的时，阮要重新起造阮的称谓，亲像尼希米重新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阮要重新起造阮的教会，兄弟姊妹聚集的所在。阮要重新起造阮的圣殿，日日祈祷的圣殿。上主啊，因为安尼，我要在列邦中感谢你，唱歌侮辱你的名。阮要就近你，也亲像外石，去做圣灵的厝，做圣的祭司班，来显圣灵的祭，对耶稣基督回应上帝欢喜甲南下。阮深深摆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公读上帝的话，记在你新约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1节，台语圣经125页，记在你新约使徒行传第15章第1节到第21节，咱做伙来读。有几若人对犹太路来，教师兄弟讲，若无遵趁摩西的律例上角礼，就恁袂得着救。保罗、巴拿巴已经甲因大三井辩论，兄弟就派保罗、巴拿巴甲因中间另外几若人，将所辩论的事上耶路撒冷见使徒甲长老。对安尼，教会送因起身，因着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讲起外邦人的规正，互众兄弟大欢喜。到耶路撒冷，互教会甲使徒长老接纳因，又讲起上帝所甲因行一切的事。若是有遐几个信徒属法律赛党的，迄来讲，的确着甲因行角礼，命令因守摩西的律法。使徒长老组织参详迄节事，已经辩论久久，彼得就起来，对因讲：大位兄弟啊，恁拢知早上帝伫恁中间经我，互外邦人对我的喙听见福音的道理来信。各万人的心的上帝，甲因做干净，用信心赏赐因，像是赏赐咱一样，无分别因甲咱，是用信升起因心，当啥事赐上帝，用咱的主甲咱所袂白的担下伫学生的颔棍啊，咱是对主耶稣的恩得救，亲像因一样。这是咱所信，众人拢静静听巴拿巴、保罗讲起上帝用因伫外邦人的中间所行这个新约奇事。讲煞雅各就应讲：大位兄弟啊，请听我讲，西面已经讲起上帝起头伫怎样眷顾外邦人，对因中间取百姓来归伫伊的名。这个先知的话也甲即个事相合，亲像所记载讲，这个代志了后，我要倒转来，搁去大辟倒落去的布片，要搁去遐个破坏来建立伊，互其余的百姓，甲见若奉我的名的外邦人，拢找主。这个话是对世间的起头显明这个代志的主所讲的，所以我拍算，外邦人归主的毋通搅扰伊，独写批吩咐因禁戒五乡的污秽甲淫乱，甲食已死的物甲血，因为对早以来，伫大个城有传摩西的册，就是就是大家安息日伫聚会堂所读的。讲道请施信德牧师讲道，题目是传福音的处境。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真欢喜会当代表总会来咱教会甲兄弟请安，因为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国内外的宣道纪念主日，主要是要传达总会传道委员会所咧推动的事工，来唤起咱所有的兄弟来了解甲支持。国内的事工可能咱大家较熟悉，主要是传道书的养成、分派甲管顾。即摆差不多对因要入学以前，爱做心理测验，然后爱有真济的面谈，然后到伫读新学院的时阵，每一年拢有委员会委员爱到伫新学院甲老师，然后做因每一年学习的评估。到3年特别毕业的前，差不多第3年的时阵，就要有真较严厉的即款的评估，讲对于学校的生活、读册，然后伫教会实习，还是伫新学院内面的生活、学习等等，是毋是有到某一个程度？若是有超过迄个程度，尾仔当有接纳伊。毕业了后，才会当接纳伊来进入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受分派。你若是伫即个部分尾仔伫迄个上尾仔做考核的时阵，若是无过，若是讲差一滴滴迄款情形，可能爱甲伊派倒转去伊原来推荐出身迄个中会，佮互伊伫迄个所在，互中会甲伊管顾1年，然后1年中间到。当个写报告讲，安尼伊有适合目会无？伊各方面是毋是会使？若是会使，当有补接纳；若是袂使，可能伊就失去迄个会当成做传道书即款的机会。所以伫即个部分，传道委员会伫负责即个事工是真济吼，就是讲伊爱甲地方教会、甲新学院、甲伊本人拢有真密切的关联。然后，对差不多10几年前，咱开始有推动新港公读经的运动。对原来开始印2000本、5000本，到即摆45000本，逐年拢安尼咧推展。愈来愈侪教会采用即个新港公读经的资料，但是即个资料编写嘛变做一个真大的问题。原来咱古早咧编写的时阵。有较侪平地的传教者来参与伫即个编写，但是咱在咧编写的过程中间，未免拢有咱的文化的因素伫咧。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佮有差不多500几间的原住民，佮属伫16个族，所以语言文化拢无共款。因咧读咱的平地人所写的即文章的时阵，当时会感觉讲。文化上有无啥共款，咱久的咧，因毋是介熟悉，所以后来就渐渐因的反应，感觉讲爱写一款物件，有原是因有法度通好适应，还是讲因有法度通好读的物件，所以即个就变做传道委员会伊咧邀请来写作的人。就是讲对原住民的传教者也好，还是讲平地传教者也好，男性、女性、老的、少年的，拢爱包括伫即个内底。然后伫写即个新港公读经运动的时阵，阁有一个困难限制，就是讲袂当伤长。咱伫逐日咧写即个规定，你头仔是规定讲爱伫500字以内，即摆差不多800字、500字到800字中间。你爱包括有迄个背景的描写，有迄个释义的部分，佮爱有迄个佮爱有迄个应用伫今仔日即款的情形。所以对遮的写手来讲，作者来讲，足大的挑战，就是讲要安怎用上帝的物件会当写出逐个人看有。佮因为咱的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若要互逐个看有，要求就是遮的作者你爱用。各种的程度，逐个人用各种的程度，即款，互逐个人拢看有，你袂使写伤深，所以这对写作的人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所以这嘛爱有写作的写手即款的训练，然后教会事工的更新，咱伫即几年中间，咱来咧看教会公报，就会当有一个
叫做特色的教会，就是讲每一间教会伊爱适应伊的所徛起的所在，然后来发展伊所属的迄款的社区的事工。我知影咱的教会有做课后辅导班，因为咱附近有学校，有较侪学生，也是讲有遐个生活较困苦的家庭，所以特别咱教会有关顾即阵的人甲家庭，所以咱的教会真久长以来有做即个课后辅导。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50间的教会，所属的环境拢无啥共款。所以每一间教会，伊就爱去发掘讲，伊伫社区内底，伊到底伊爱做甚物款的事工，倒有法度通好，互伊甲社区的人较有指接，然后有机会通好传福音互因。所以，咱有发展所谓的特色的教会，就是每一间教会，伊用伊的处境、徛起的所在的需要来做事工，这是国内的事工。国外的事工就是差派宣教师到有需要的所在，这牵涉到甲咱的伙伴关系、伙伴教会的沟通，甲互相中间的尊重，以及宣教师的养成。咱目前来讲，敢若宣教师的车牌，一年咱有伫欧洲，有伫泰国，有伫日本，有伫美国。遮个宣教师合起来，一年的经费就超过1000万。然后国内遮个新港讲读经运动、传道师的训练等等，遮个加起来嘛千几万。所以敢若传道委员会一年的事工的经费，都爱差不多要到2500万。这是拢差不多上界省已经升到上界省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需要咱众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带导。当时我今仔日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讲起咱传福音的处境，不管是伫国外还是国内传福音的时阵，拢会因为处境的无共款，来带予参与伫迄个宣教的人有一寡难题甲挑战。这款的挑战甲难题，不管是伫古早时还是现今。这款的问题，咱拢袂当忽略。来先，咱要倒转到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容的背景。北国以色列亡国的时阵，以色列人狩猎大规模来四散到世界各地。伫列王记下卷第17章，遐就有记载，亚述的皇帝攻入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掠到亚述去，安置伫哈列城、歌山的哈卜河附近，甲米利亚人的城市。其实早伫亡国以前，就因为连连的战乱，就已经有袂少的人迁徙到外国去避难。亡国狩猎，就只是比较较大规模的迁徙哪定。佮加上大帝国统治的地域真大，方便百姓旅行甲来迁徙。而且原本巴勒斯坦就是伫帝国的边缘，出产阁无偌济，人民自然会响应，也是讲会迁徙到迄个比较较好讨生活的所在。对即款的历史，我想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拢差不多共款。咱也知影中国的历史有真济，伊迄个南平迄个所在的国家，因为离开国家的中心真远。咱也咧读中国历史，过去拢读着讲南蛮地区即款的藏历之区，遮个人真辛苦，要讨生活真无简单，所以因就真济人拢搬徙落南洋即个所在，所以咱会当看到今仔日真济伫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遮真济拢是。要离开因原来徛起的所在，到一个新的所在，虽然冒险，总是因望讲会当过一个较好的生活。我想早前的以色列人犹原有即款的情形，所以到新约时代，犹太的侨民的人数已经比迄个
比迄个徛起伫巴勒斯坦本地犹太人已经加几若倍。就那亲像咱今仔日讲台湾的原住民，拢总有差不多52万，因本来拢差不多住伫较山顶的所在，拢是根据即摆的统计，落到平地咧生活的原住民已经超过半数，超过26万以上。所以伫山顶歹讨趁，所以因为着生活的缘故，就爱落来到山骹，这是同款的道理。伫巴勒斯坦出现的犹太侨民，通常是一寡朝圣客。虽然久长因徛起伫外地，总是心中却挂念着耶路撒冷的圣殿。一生中间，因总是望上少爱有一遍的机会，倒转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上帝。有一寡敬虔的犹太侨民会选择伫因晚年的时阵，来迁徙倒转来耶路撒冷来徛起，最后来葬伫这个所在。总是嘛有一寡少年人，伊伫年轻的时阵，伊就决定无要搁四界流浪，要迁徙倒转来耶路撒冷来徛起。所以伫新约时代，耶路撒冷已经有充满着暂时短暂停留，也是倒转来定居伫犹太的这个所在的侨民。这犹太侨民甲巴勒斯坦这个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中间存在着真大的差别，就是迄个世界观。犹太侨民久长住伫外国，甲外国人做伙做厝边，亲目看见帝国的强盛甲壮大，拥有搁较宽迄款的世界观，比较较容易接纳外邦人。总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因是用因掠做圣地就是世界的中心。犹太人是唯一受上帝拣选的族群，所以因容易来排斥遐外国人。第二个差异就是语言。犹太侨民伫耶路撒冷大量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就是希腊语，总是本地犹太人因则使用并过去到迄阵咧用的阿兰语。当时耶路撒冷除了圣殿，也有真侪会堂，因为会堂的数量袂少，所以提供信徒有无共款的选择，结果就分别成做讲希腊语的犹太侨民的会堂，以及讲阿兰语的本地犹太人的会堂。这两种无共文化的会堂的存在，就加添犹太侨民甲本地犹太人中间的迄个裂痕，的迄个裂缝。两个中间上界大的差异，就是在伫律法对律法的看法。本地犹太人虽然因伫会堂敬拜，总是因嘛有圣殿，这是因的骄傲，所以因真看重圣殿的限制甲相关的仪式法律，就是包括洁净的道理、割礼、安息日、甲食物、清气、有清气无清气这款的律法，总是犹太侨民才会对外邦外国倒转来徛起伫耶路撒冷这人，因无介意这个腐败的祭祀系统甲圣殿，所以因偏爱会堂，所以就强调心灵的敬拜，特别注重读经甲祈祷。这个差异后来就成做两种犹太人的争执甲迄个拆理的一个焦点，甚至为着要凸显成做上帝子民的特殊的身份，仪式律法就变成了上帝子民的专利商标。遵守仪式律法就是上帝子民，无遵行的就毋是。这个仪式律法就是后来保罗伫罗马书甲加列太书常常提到的，这是律法的工作。伫仪式律法中间，割礼阁是上界重要的一项。伫创世纪17章就记载，所有出世的查甫婴仔，伫出世第8日，拢必须爱接受割礼，用这个称做因甲上帝立约的记号。
伊讲留伫肉体上的即个记号，表示我就是上帝，甲恁立了永远的约。无受割礼的查甫人，必须爱对我的子民中间来除名，因为伊无坚守我的约。对即段的记载，通讲割礼是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的记号，所以见若无遵行割礼，就爱受驱逐出甲上帝立约的团体。因为安尼，割礼就若亲像正做一个入会礼。伫众律法的中间，互看做是上界重要的。一个人必须要先遵守这个割礼，进入这个立约的团体，取得子民的身份了后，然后才会当继续遵探其他律法的资格。所以伫以色列亡国了后，圣殿被毁坏，祭礼也被差不多毁坏甲拢无去。以色列百姓会当起来甲外国人做区别的，只有算剩律法那定，特别阁是剩迄个割礼。所以割礼伫律法的地位渐渐提高，不只是正做选民甲上帝立约的记号，也是以色列人民族自我认同的一个凭据。总是即种的主张无法度通好得到犹太侨民的认同，因伫侨居地去体验到社会的繁荣，甲帝国政府高效率的治理以及怀柔即款政策的宽容。因倒转到耶路撒冷了后，亲目看到用圣殿做中心的宗教领袖的腐败，以及统治阶级的无能。因为安尼，因重新思考上帝的拯救，确信只有虔诚的读经甲祈祷，并且伫日常生活中间来遵探上帝的话，才会当正做上帝的子民，会当得到上帝的拯救甲祝福。咱搁倒转来《使徒行传》第6章遮所讲的两种犹太人，虽然伫教会内面有纷争。因起因，咱咧读圣经的时阵是讲，因为生活费用的分配有问题。有人起来讲，因中间遐年老的孤儿寡妇分配无平均，那像是这个问题。总是后来被选出来做犹太侨民基督徒领袖之一的司提反，伊被抓的罪名是甚物？伊讲，这个人常常讲话反对咱的圣殿甲摩西的律法，这个当是主要的原因。伊阁讲，阮听起伊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拆毁圣殿，要改变摩西所传予咱一切传统，可见对圣殿甲仪式律法的态度会无共款。但是这两种犹太人基督徒。因冲突的主要的因素，司提反事件了后，真侪犹太侨民基督徒就被赶出迄个耶路撒冷，因来到安提阿，并且伫迄个所在开始外邦人来传道。总是问题还佫是存在，最后就必须爱借着耶路撒冷会议来解决即种紧张甲冲突，就是咱今仔所读《使徒行传》15章。所有遮个问题，到尾无法度，就爱骑倒来耶路撒冷开即个使徒会议，用安尼来解决即个冲突。经过真侪犹太侨民宣教师的努力，包括保罗3遍的传道旅行，终其尾有建立外邦人做主体的教会。因为保罗本身的经验。面对一群无犹太律法背景的罗马人，保罗就教导因讲：你来用全部的心智、情感、知识甲力量，听主你的上帝，同时也爱听厝边亲像家己。总是袂会要求因讲爱遵探律法，特别是迄个割礼。对这款的演变，咱通知影，福音本是指耶稣基督福音。对无犹太律法背景的人，爱学习
用全部的心智、情感、理智甲气力去听主你的上帝，上时嘛爱听厝边亲像家己。总是当有犹太背景的人要传福音予别人的时阵，因搁加上因所拥有的宗教文化背景，爱人上时也尊坦，包括洁净礼、割礼、安息日、甲啉食的律法等等，这就成做困扰人真久的即款福音甲文化的问题。到底咱所传予人的是福音，还是文化？伫咱台湾，咱嘛会当经历到即款的问题。咱较早前较侪回人，可能拢知影，咱的教会过去有禁酒令，特别是原住民的教会，差不多绝对禁酒袂使啉。咱过去嘛是差不多共款，总是渐渐，咱即摆开始啉，后来就开始啉秘鲁，啉红酒，后来就啉其他的酒，咱嘛会去找圣经讲，圣经嘛有保罗嘛有甲伊个年轻的使徒讲，你身体无好，你会当啉淡薄的酒。所以问题毋是出伫酒本身，是出伫人。所以只要啉酒的人知影节制，知影毋通啉酒误事，甲会当分别场合。到底迄个场合是毋是会当啉？我想会当分别，安尼就会使。原住民过去嘛有一寡祭典的文化，总是即款的祭典的文化，伫早期的宣教师的眼内，可能是甲伊当作是一款的偶像的崇拜，所以有禁止。总是即个祭典文化，却是原住民甲因的生活是一直就有密切的关系。那去除了这个，就那像将因的根甲伊斩断共款，失去了迄个自我认同。所以60-70年前，这个传教士都带来这个，甲伫这40-50年来，真侪原住民因要恢复因的文化的时阵，伫因的部族内底就产生真大的分裂。到即阵，阿美中会伊还阁分做2方面，一方面是会当参加祭典，因的祭典；另外一方面是还阁严格不准参加祭典。所以变做到底即个是文化还是福音？这是变做咱常常爱去想的代志。以色列人对上帝敬拜甲感谢，也同款有碰到即款的情景。咱知以色列人原来是一款的游牧民族，咱来读旧约的时阵，因是一个所在搬过一个所在，一个所在搬过一个所在，然后进入埃及生活400年，一定嘛伫埃及受埃及的宗教影响，然后出埃及伫旷野，佮过40年，无有啥物款的生产，全部是靠上帝的供应，有玛纳等等，最后来进入迦南地来定居，迦南地定居了，变做是一个农业文化。所以迦南地的人，因农业文化，因有拜巴力，巴力是互因生产的神。但犹太人进入迦南地了后，咱来读旧约，知因嘛是有引诱去拜巴力，因为因原来所认捌的上帝，那像是游牧民族的神，总是去到农业社会定居落来的时阵，因就感觉讲，安尼上帝，阮的上帝，敢会保庇阮丰收？所以当地人是拜巴力，所以真侪以色列人就受引诱去拜巴力。所以这个故事，咱拢会当伫旧约中间来读到。总是以色列人要怎样将伫迦南地即款对农业的生产，对巴力神明即款的感谢恶乐，甲伊转化变成做感谢上帝。我想这有经过迄个转化过。我想台湾原住民基督徒
嘛已经有经历着即个转化的过程。然后咱嘛会当看见，佮讲到咱所咧穿的衫，衫穿是要显出一个人民文化的一个部分，却常常因为统治者的引带，互百姓误会做，就爱穿什么款的情形，但是歌颂，然后来轻视，致使互人放弃伊原来的文化传统。我正做公教者以来，对30几岁也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教会即款的国际会议，通常有一个暗示啊，伊叫做文化之夜，拢要求讲，恁参加的人拢穿恁会当代表恁的国家的传统衣服来参加迄个会议安尼。对我来讲，上界困难的，我毋知影讲传统对我来讲，传统是甚物衫。我敢若捌看过阮阿公阿嬷，还佫有穿长袍，还佫有穿迄个对襟啊，迄落衫。啊，总是阮即代也毋捌穿过迄款。啊，到底要穿甚物款？逐个人看原住民，因拢会当。啊，看若对原住民出来，拢会当。到尾中间上界困难就是有咧香港，香港伊嘛找无因是甚物。到尾香港就是因着牛仔衫、牛仔裤穿出来，讲啊，阮着拢穿安尼，阮从细汉起来着拢穿安尼，这是做因的代表。我嘛用足久的时间，搭去找着，我感觉讲会当代表吼。台湾即摆有一款的改良，伊毋叫做唐装，伊叫做宋服，宋服迄款的物件。咱若看即摆有足济迄个泡茶的，还是讲一寡较崇尚较文化的即款，伊经过改良过迄款的伊无爱讲迄是唐装，伊讲迄是宋服，口照起来是宋服。我感觉有好处，就是讲我若穿迄出去了，我拢毋免管你裤带，安尼穿迄就好，足方便，还可以叠穿2领3领做伙并来并去，安尼就好。所以总是佫有另外一个部分，我嘛有感觉。原住民到即阵，还佫有一间教会，因还佫拒绝迄个族服。我毋知影迄个过程中间到底是安怎？因就是有一间阿美族的教会，当初是对原来教会分裂出来，因就是绝对禁止穿因的族服。因甲讲族服到底有一款的迄个，有款的迄款的邪灵啊，邪就伫内底，所以袂当穿因的族服。到今仔日，还佫迄间教会还佫有即款的紧张。少年人想要穿族服，因感觉讲这就是因的族的文化安尼尔。毋过老一辈还佫有几个人感觉讲绝对袂使，所以伫因的教会内底还佫有即款的紧张伫咧。我嘛有印象，伫1985年去访问去看咱真济原住民的教会，因的礼拜堂，还是讲办公室顶面拢会吊足济因的迄个团体相。1985年左右以前，差不多足少有穿族服，差不多到伫当时，才开始有族服出现。就是讲开始咱的煽动还我土地运动、还我姓氏运动、还我迄个语言，才会开始。原住民开始因感受到因受尊重、有自尊、有尊严了后，因感觉穿因的族服出来是一个真会当骄傲的代志的时阵，开始去甲看。伫迄个年代了后，因的壁顶面就会当渐渐看到即款的族服的相片出来。我想，即个拢是伫，若要讲即个过程的转化，嘛是对信仰来帮助因，就是讲，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对一族，你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应该会当换出上帝，互人迄款的尊严。甲今仔日还佫有一个所在，因还佫咧抗争，还佫咧努力的。咱知影印度有种姓制度，特别有一个达利这个族，达利这个族是差不多 out of caste，就是讲伫迄个，因迄个，
若要用台语来讲，就是讲拍出人外啦，吼，就是讲你根本都无互人甲你看做是人。因的徛起的所在，就是讲因爱徛起伫迄个集体居住的外面。啊，过来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你若无共款的顺位，就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你若顶的甲下结婚，毋是怎爬起哩，因是顶的甲下结婚落落来。啊，所以你安尼一世人，你即个达利的族，你就无法度通好伫印度徛起。所以最近来讲，即几年来讲，达利的人真侪人拢要转变做基督徒，因为感觉讲基督徒即个强调，即个信仰的强调是讲，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伫普世教会嘛一直咧帮赞达利的族，要怎样会当得到迄个基本的人权，甲上帝所创造的即款应该有的人权。咱过来举几个例，今仔日讲传福音的处境，后当时有拄着一寡困境。咱有几位派伫国外的宣教师来做例。咱早前以前捌派一位陈富兰女宣教师去伊索比亚，伊的先生是德国籍的宣教师，因负责伊的先生是负责圣经翻译的工作，当时。富兰牧师，伊是负责识字教育的工作，就是讲有人甲伊翻做因的本地的语言的圣经，总是爱有人去教因文字，因当读有即个圣经。伊有发现当地的女性生活伫一种真危险的风俗的下面，就是讲，因虽然是基督徒，男性有惊甲礼。总是因感觉讲，圣经讲行甲礼，啊，为什么女性无行甲礼？所以女性嘛爱行甲礼。风俗就是女性嘛爱行甲礼，才会当正做一个因认为真正的女性，安尼搭嫁出去。你若无行甲礼，你毋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你真困难结婚。总是伊所带来危机，就是欠缺卫生的意识啦吼。伊咧形容的，就是讲，伊咧行甲礼的时阵是差不多才10通岁啊，12、13岁才就咧行甲礼，啊，就是咱知迄个刮胡刀刻起来，啊，女生一排躺着，然后裙子掀起来，然后就一支刮胡刀这样一直割过去，一直割过去。啊，迄个割礼就是女生，就是把那个阴蒂割掉，啊，咱知影。啊，知影阴蒂就是讲，即个，足侪人因为卫生的程度是安尼，所以足侪人伫迄个割礼过程中间感染，引起身体无好。哦，啊，然后即个部分是，就算他将来复原了，啊，伊结婚了后。结婚了，因为你那个阴蒂被割掉，你已经不能够享受那种性爱的那种愉悦。然后女子如果怀孕的时候，你会感受不到那种胎动，最后的那个胎动，所以这是对妇女来讲是一个真严重危险的代志。啊，伊富兰牧师因为本身是伊是药学的背景，所以伊了解这，所以当伊去。伊索比亚做这个工课的时阵，伊就感觉讲，这个要怎样改变？所以慢慢通过识字教育，爱用足侪时间去做识字教育。毋但对本身做识字教育，嘛爱对因的家长做识字教育，这观念的改变。我捌去访问，看到伊咧教的学生，伫一个集会场所，你知影要来的人对四面八方来，因行路才平均爱行3点钟至5点钟来上课，然后上课头上2点钟左右，2点钟左右爱搁准备一个简单的午餐，就是一条胖，一条。
拢无揽什物物件，烘一条芳，然后互伊一杯红茶。为什么红茶？因为迄个所在水无清气，你拢是迄个大溪水黄土高原，你就知影讲咳起来迄个水是啥物色，就是等于黄拍拍迄款的色。所以伊讲，那对咱来讲，咱是毋敢啉。但是为着要互因敢啉，所以只好泡红茶红茶落去色就变做，你就分辨袂出这到底是水的落。因平常时就是啉即款的水啊。上课2点钟食一个面包了，然后搁再行3点钟到5点钟倒转，一礼拜上一遍课。后来伊即个工作有真成果真好，就是讲开始百姓会当转变。无爱接受即个女性会行较累，政府古早以前要推动拢未成功，但是富兰牧师伫迄个所在，对一个小所在开始成功了后，政府怎用伊的例甲伊放伫电视顶面，正做一个广告去做教学，影响不止大。所以即个女性行较累，毋是干那伫伊索比亚尔，伫非洲真济所在拢有，所以正做一个真好的例伫迄个所在。过来，咱要讲另外一个例，咱有派一位宣教师张仁和牧师，即摆伫台中西屯教会做牧师。以前捌去英国的所在做宣教师，就是讲咱长老教会、甲世界传道会、甲英国归正教会，咱感觉讲有真侪台湾人的年轻的学生去英国读册，不管伫伦敦还是曼彻斯特，有真侪需要关心，所以咱想要派宣教师去迄个所在，原则上。咱同意，世界传道会同意，英国归正教会嘛同意，总是英国归正教会特别有写一张批来讲，互因一寡时间，因去讨论了，搭来做。因安怎讲？因讲，这个事工爱阮本身家看做是阮的事工，就是讲英国归正教会，伊咧解释讲，爱互阮英国归正教会看做看。关顾台湾的留学生伫英国的代志是正做因的事工，安尼了等会久长，所以互因一段时间了去处理了后，然后就最后有接纳张仁和牧师去迄个所在关顾遮的学生，经费是3方面，大家3%安尼来负担。这个事工到。今仔日要搁咧继续，张仁和牧师转来了后，有钟淑慧牧师，钟淑慧牧师结束了后，即摆有一位陈玉芬牧师，即摆点是放伫伦敦的所在。然后搁有另外一个例，就是王真乃牧师。咱知王真乃牧师单身女性，然后伊原来是受派北大来甲伊派去泰国的东北满星蝶的所在，对原住民阿卡族的宣导，总是迄阵咧做的时阵，因为是北大咧主导，阮根据迄个经验，我迄阵伫总会咧做干事，甲伊讲上好是由总会出面，甲泰国的总会出面来讲，安尼较好势。但是迄阵。北大无法度去接受即个观念，伊就感觉讲北大阮着家己会当做就好，是安那着搁去总会吼，所以因着去做。做了后，因为你无明白当地的一寡法律，甲你后来若出代志要安怎处理，所以差不多3年4年的中间有投入一济钱，我咧估计差不多应该超3000万左右，买土地起校舍、起办公室安尼。总是3年至4年了后，就因为产权的问题，因为你外国人无法度通登记你的名嘛，一定是登记当地，所以到尾啊，即个中间leadership的问题就遐个产权拢完全拢去啊，所以不得不爱对迄个满星地的所在，要另外来去刷去迄个清贤迄个所在，即个金三角地带迄个所在，迄阵。总会就有介入，然后甲泰国的总会就去讲甲拢好势了后，然后设立一个中心伫迄个所在一直做。
即阵目前迄个中心是还阁有咧继续经营，毋过应该是差不多2年前，咱北大就已经停止即个计划，互因望讲因会当自立吼。当然，我想自立毋是遐尼容易的代志啦吼。所以就是讲，伫迄个甲国外的宣教中间的处境，有真济咱无了解当地的文化，甲当地的一寡法律的规范的时阵，后当时咱嘛会碰到遮个问题。然后要讲一个，虽然毋是国外的宣教，总是却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我还未退休以前，我伫三一教会，阮的教会有支持派一位张义凡牧师去兰树的所在来做配合因的亚布苏卡嫩迄个中心来做，伫迄个所在做关怀师来关心遐个兰树的事工。问题就是去当了解讲兰树的文化，甲咱足无共款。男女授受不亲，即个就是讲，伊去看到即个情形，就是讲老母70几岁，囝50几岁，老母卧床倒伫眠床，已经迄个肉拢迄个腐烂生蛆，但是伊的后生伫厝内袂使去甲伊摸，袂使去甲伊换，因为查甫的袂通去吸着女性，所以款情形拢爱等卫生所，卫生所人手无够的时阵，就比如亚布苏卡嫩义凡牧师因的团队，就爱去甲伊处理、甲伊清创、甲伊等等遮个代志。然后阁有因若去嘛毋知，后来才知，就是讲，你若是即个家庭，今仔日有一个人死失，你去甲伊处理。你今仔日较顶仔有另外一个家庭，阁有死失，遮个人拢袂使入去，拢袂使处理。所以后来学着迄个教训，就是讲，若是有即款情形，因就毋敢所有人拢去处理，爱分散人力，就像一批人，1/3个人爱一半个人去处理遮个，留一半个人，捌因另外一间安怎的时阵，也可以处理。所以变做即个跨文化的处境，后当时你咧做一寡事工的时候，毋是讲咱凭着一股的热情去要做就做，你爱真顾虑真济遮的代志，所以即个时间后当时变做会拖真长。你必须爱本身参与伫即个事工的人，你嘛爱了解，然后爱有时间就去处理遐代志。咱个倒转到今仔日的经文，伫初代教会。久长徛起伫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因还阁继续着摩西的传统，注重割礼、律法、祭仪甲食物的律例，这就是因的宗教生活，也是文化。总是迄个徛起伫国外遐犹太人甲外国人，因家己本身的生活，嘛有家己本身的生活甲文化。特别是使徒保罗伫经历着国外的基督，伊的生命被改变了后，伊相信人会得救，只有甲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上帝的恩典有关系。若阁加上其他的条件，就是去贬低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伫初代世纪有一款就是讲，咱拢传耶稣基督的保护，即个就会当得到救赎。总是有人就感觉讲安尼无够。你还阁加上割礼，你还阁加上什么会？所以早期伫第1世纪遐，就有即款，就是讲，简单相信耶稣基督佮我的功能，一遍的救赎就有够，无必要佮加上其他的条件。你若是佮爱加上其他的条件，这就拢变做是有些我异端去所以所以那安尼。信的人要怎样回应对上帝、对咱的这种遮尔大的疼痛？所以咱几年前伫基督教界，大家若讲到就讲鼓励人爱去传福音的时阵，拢讲你得爱去用迄个大使命去传福音，马太福音的上尾遐，恁得去普天的传福音等等遮的，总是后来。大家反省了，
感觉爱用迄个大诫命，爱用大诫命，就是讲实践新的诫命，你要用全部的心智、情感、理智甲气力来听主你的上帝，同时嘛爱听厝边亲像家己，而且爱彼此相听。讲我怎样听恁，恁也着彼此相听。如果恁也彼此相听，世间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我想用这个大诫命来做咱宣教的一个主题、主要的目标来讲，可能会当帮助咱伫今仔日无共款的文化中间，互咱搁产生较侪体谅，一个较细致。所以目前咱的国内外宣教，大概就是用即款的信念来展开咱的宣教，甲国外的其他的教会来相甲合作，是爱开费真大的勇气甲迄个气力。望会当得到咱兄弟姊妹的支持，请咱伫祈祷中间来为着团队委员会所咧主办主催的这事工来三甲祈祷甲奉献，请咱三甲祈祷。主，阮知你交代阮传福音的使命，总是你也知阮人的软正软弱甲有限，当时阮常常用阮错误的了解。要强强将即款的了解来放伫别人的身上，同时你爱阮用全部的心智、情感、理智甲气力来听上帝，同时也爱听厝边亲像家己，互阮会当真正来听厝边亲像家己，也对阮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阮鼓励彼此相听，因为阮若彼此相听，四周围的人就要对阮的相听来知，阮是你的学生。恳求你甲阮三甲地地，阮安尼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一遍。顾别人的心的上帝，甲因做干净。用信心赏赐因，亲像赏赐咱一样。使徒行传15章第8节。顾捌人的心的上帝，甲因做干净，用信心赏赐因，亲像赏赐咱一样。使徒行传15章第8节。三角大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05首。圣诗605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奉献请赖义凡执事、赖宜佳执事、廖敏树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请看消息报告，请掀开周报21页。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派徐牧师来讲道请安，咱多谢徐牧师，请向这关心奉献。第二点，有收集2023年周报的，请来摕来教会来定做伙，来到今仔日为止。第三点，教会定2月9日拜五29暝6点暗时6点，要带来教会举办爱在松山除夕围炉的活动，欢迎袂当转去家乡单身的兄弟也是小家庭来参加，也欢迎来邀请朋友参加，为着备办暗顿，请来带1楼公布栏来登记到今仔日为止。第4点，1月24拜三暗时8点，要带伫吴韩英姊妹因兜来举办家庭礼拜，请兄弟参加。第5点，小会定2月初4拜日上午9点半，礼拜中要举行洗礼圣餐，嘛要召开会员互会合会，会员名单公布咧公布栏，若有错误也是无写着的，请小会书记曾庆仁长老。若无法度参加合会嘛，请事先来请假。
小组甲牧区的消息报告。将年团契定伫1月24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吴凤约老师来带领动动脑不烦恼的上课，请客友参加，备办有中昼。咱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伫遮有2项的补充报告。咱等下伫1楼有看到你义卖即个春联吼，这是咱家己的青年，伊为着要教会的建堂吼，伊家己设计即个春联，所以咱会当伫遐来选购。另外嘛有司马县教会，因为着因的建堂嘛有即个农产品姜的迄个义卖，1袋50元吼，咱嘛会当去1楼伫遐来甲因赞助。好，即时咱因为时间的问题，咱无要来公道吼，咱就做伙来祈祷，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遮透过牧师的分享，搁一届来得到激励。主，恳求你引带阮所有兄弟姊妹，互阮伫阮日常生活中间，阮会晓来传福音，互阮会当找着机会。主，恳求你引带阮，保守阮，互阮伫阮的即场家庭中间会当做好的见证。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来代祷，有伫厝里疗养的怀孕的姊妹，也是有伫心灵忧伤的，主，阮恳求你拢医治看顾帮赞因。主，阮也要为着阮教会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阮逐样的事工，以及阮的建堂的事工。主，今仔日也是国内外宣道的奉献主日，也恳求你保守遮无论是国内也是国外遮的伫外国伫服侍遮的宣教师，也是国内伫遮来服侍的遮的事工，恳求你拢引带各守也备办因所欠缺的。阮也为着阮的世界甲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帮赞引带，特别为着伫乌克兰，也是伫以色列地区的战争、中东地区的战争来祈祷。主，恳求你的怜悯，也互伫地东中间中建的日本，也互因有气力。主，阮将阮的世界，将阮的台湾交伫主你的手，也恳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伫后礼拜，阮要经历搁一届的寒流，恳求你，互阮有健康的身躯、勇壮的心心。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400首，圣诗400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